下来要小记口语测验嘅得分策略。口语测验分做3个部分：复唱、看图表达、口语表达。一样，我们会从最简单的题型，再慢慢增加难度，到比较需要延伸思考才能回答的问题。复唱就是听音，就是跟着音档念，它没有文字，仅有语音。我们要仔细的听，一定要听到叮一声响后，你才能开始念，否则录不到音，我们就没有分数了。请听范例。按到默嘅名，按到默嘅名。听到叮一声响后，开始念。按到默嘅名。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是如果你其中的客语发音没有念标准的话，也很容易被扣分。需要特别注意的发音有：第一，声母呢的字，我们要念正确，不可以念成呢。例如，勾捻不可以念成勾捻。第二，双唇音，收尾的字一定要闭唇。比如我们的衣服衫，不可以念成伞。第三，尾音收 bdg 的字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念得很短促，因为它是入声字。例如，爸、sit、走。